Buddy and Friend。大家好，我係嚟自 MyFM 嘅 Jeff 陳浩然。喺我隔離嘅呢個要介紹啊，佢就係大馬中文電影專破票房紀錄大導演小華導演。我係小華導演。咁啊，喺我呢部戲裏邊演繹嘅咧，都係做導演。你唔可以做第二啲嘢嘅咩？都係要做導演。咁你有冇加插一啲唔同嘅導演嘅角色啊？例如會打人啊，因為之前你有踢人喎。導演咯，冇打人嘅。導演。冇嘥大家時間。呢個唔同，靚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郝斌钟景化。那這次飾演的角色是神秘人啊，這樣厲害哦！這次看不看到你呢？因為可能你會冚住自己啊，或者怎樣演背後不了呢？這個我要再想想，因為導演講給我自由發揮啦，所以再想想，到時候大家就懂了。因為去年在新港視的時候，我罵了阿炳啊，可是罵了一句吧，很不過癮啊。這是神秘人嘛，可以罵多一點，後面罵前面又罵，爽。咁啊，我喺阿炳心想事成裏邊咧，就係出咗好短嘅啫。跟住導演講我成日左手換右手啊，嗰支咪搞唔清楚啊。所以今次我角色好重咗，我係飾演龜丞相裏邊咧就我同林德榮咧係勢不兩立嘅。到底點啊？大家拭目以待啦。多謝晒。